唔使等。大家好。你的廣東話不錯。哦，OK，你可以來這邊，好嗎？睇呢個，睇呢個，睇呢度，睇唔到。感謝神，我可以再一次翻嚟分享神嘅話語。感謝神，我可以再次回來分享神的話語。講啟示錄已經講咗1年嘅時間。我講啟示錄已經講了1年了。應該仲有2堂就可以講完。應該還有2堂就講完了。今日係最後第2堂，係講到千禧年。這個最後第2堂是講千禧年。希望下一次會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下一次我會講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但呢2篇道係可以講成本聖經，甚至呢個啟示錄係個高潮。那這2篇道是整本聖經的高潮。係講到神嗰個啟示到最後嗰個成就，嗰個完全嘅呢個完美嘅成就。那是講到神的啟示的完美的成就。喺呢個歷史嚟講，從呢個幾千年猶太人直到今日，甚至喺嚟緊嘅幾百年裏邊，可能都仍然都唔接受耶穌基督就係佢哋等緊嘅彌賽亞。那在幾千年以來，還有以後的幾百年，可能猶太人還沒能夠接受耶穌基督就是他們在等的彌賽亞。我喺呢度講過，呢個講台已經講過好多次，呢個世界只有3個宗教係講真神嘅。那我講過說，在這個世界裡面，只有3個宗教是講真神的。當然我哋基督教，我哋信個係真神，係真嘅耶穌基督。當然我們基督教講的真神就是耶穌基督。我哋信嘅係三位一體嘅神。我們相信三位一體的神。伊斯蘭教佢哋都係信嗰個阿拉，嗰個阿拉亦係當日喺舊約裏邊嘅彌賽亞耶和華。那伊斯蘭教也信他們的神亞拉。但個阿拉就係呢個猶太人嘅呢個耶和華。但是那個阿拉就是猶太人的耶和華。但係佢信嘅方法、信嘅觀念係唔一樣。但是他們信的方法、信的觀念不一樣的。另外第3個宗教就係猶太人信耶和華。那還有就是猶太教，他們信的是耶和華。佢哋只係信耶和華，佢哋唔信耶穌基督，佢哋亦唔信三位一體嘅神。他們只信耶和華，他們但不信耶穌基督，也不相信有三位一體。所以今日到今日，猶太人都係未得救。所以今天的猶太人還沒得救。所以好多人問點解呢個神揀選嘅猶太人唔會得救咧？唔會相信佢咧？那有人問：為什麼神揀選的猶太人不得救，不相信他呢？係咪神忘記咗猶太人呢？是神忘記了猶太人嗎？咁呢度有個故事，講到大災難嗰個時候。那這裡有一個故事，講到大災難的時候，係當呢個魔鬼被呢個神踢落嚟，喺天堂踢落嚟，喺呢個大災難嘅中段嘅時候，3年半嘅時候，喺天堂裏邊打敗仗，被踢落地面嘅時候，是講到大災難第7年中間的3年半，魔鬼給神踢到地上。佢嘅集中力就係攻擊猶太人，攻擊呢個以色列。他集中在攻擊猶太人，攻擊以色列。嗰陣時嘅猶太人亦係唔相信耶穌基督。那時候的猶太人還不相信耶穌基督。所以佢哋係好似係完全冇希望咁。那好像他們沒有什麼希望。又好似神忘記咗佢哋咁樣。好像神忘記了他們。但係嗰陣時候有個呢個拉比，佢名叫伊賴。那時候有一個拉比叫以利。佢哋喺嗰度，佢哋喺度呢個敬拜嘅時候，他在敬拜嘅時候，有個女子呢個迷亂，呢個係 Miriam。
那有一個女子叫米利暗，佢開始讀呢個以賽亞書53章。他們在讀那個以賽亞書53章。以賽亞書53章就好似講到係舊約嘅福音書，講耶穌基督。那以賽亞書53章就好像是舊約的福音書，講到耶穌基督。佢話：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因為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鞭傷得醫治。咁然後另外一個猶太人，佢朗讀咗撒迦瑪利亞 Zechariah 12章10節。那還有一個人在朗讀那個撒迦利亞書。喺嗰一年都講到好多章節喺呢個以賽亞書同埋撒迦利亞書，都係講到預言，講到係呢個末世嘅時候將來會發生，甚至會講到千禧年裏邊個世界會係點樣嘅。那個以賽亞書跟撒迦利亞書都講到很多末世的時候。佢話：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他們必為他的真哭，如獨喪生子。他們必仰望我，他們所扎的都好像如上獨生子。當呢個伊拉呢個拉比聽到呢兩段經文嘅時候，佢啲眼淚就喺個眼度流出嚟。那這個拉比他們聽到這個經文嘅時候，他的眼淚就出來了。因為佢經過大災難嘅痛苦，因為他經過大災難的痛苦，然後係冇呢個希望嘅時候，在他沒有希望的時候，而佢揾唔到、等唔到佢哋嘅彌賽亞嘅時候，他們也找不到、等不到他們的彌賽亞。而家呢兩段經文引起到佢以前聽到嘅福音。那這兩段經文引起他想起以前聽到的福音。佢話：我哋等咗成幾千年呢個彌賽亞。那我們等了幾千年這個彌賽亞。佢原來已經2000年前嚟咗啦。那原來2000年前他已經來了。但係我哋認唔到佢係邊一個。但是我們認不到他。於是佢喺度喊。他在哭。弟兄姊妹，神係冇丟棄佢揀選嘅選民。弟兄姐妹，神沒有丟棄他揀選的選民，而係佢嘅選民認唔認識佢自己。只是他的選民不認識他。喺嗰個時候天開咗。那時候天開了。耶穌基督帶咗佢嗰啲得救嘅民。那時候耶穌基督帶了那些得救的民。再翻嚟。回來了。佢翻嚟降臨喺地上。他回來降臨在地上。就我哋今日會講到千禧年之後嘅事情。那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千禧年的時候。所以猶太人喺個時候就信主。猶太人在那時候來。猶太人喺大災難之後，喺亞美吉多頓大戰之後，佢哋會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佢哋嘅個人救主。那猶太人在大災難，在那個哈米吉多頓的時候，他們會大戰的時候，他們會接受主。弟兄姊妹，神冇忘記佢嘅選民。弟兄姐妹，神沒有忘記他的選民，而喺佢計劃裏邊，時間係未到啫，未成熟。只是在他的計劃裡面，時間還沒到。耶穌基督喺2000年前嚟嘅時候，係救贖啲外邦人，你同我外邦人。耶穌基督2000年前來的時候，是救贖我們外邦人，你跟我。係到大災難嘅時候，佢先再去救贖佢嘅選民猶太人。在大災難的時候，他在救贖那個他的選民。神嘅應許係冇落空嘅。神的應許沒有落空。神係冇丟棄佢嘅選民。神沒有丟棄他的選民。所以大災難之後，我哋就講到千禧年。所以大災難之後，我們講到千禧年。我諗好多弟兄姊妹，尤其有幾個細胞小組都邀請我去，因為佢哋讀緊呢個啟示錄。那有一些弟兄姐妹邀請我去他們的細胞小組來講啟示錄。佢有啲人問我：你係 pre-mill， 抑或係之前，抑或係之後，抑或係中間，抑或係冇千禧年？這個千年可能在地上只有一天。呢啲辯論係冇作用嘅，完全係冇幫助。這是辯論沒有幫助。聖經講得好清楚係有千禧年。那聖經講得很清楚有千禧年。耶穌基督個王國啊，喺地上一路都係冇成立嘅。那在耶穌基督的王國在地上一直沒有成立。你從呢個伊甸園開始。從伊甸園開始。伊甸園呢個亞當係俾個責任，佢就係
統治整個世界，統治整個環境。那在伊甸園，那個亞當給了他一個責任，統治這個環境、這個世界。但係亞當放棄咗嗰個神俾佢嘅權柄同埋佢嘅責任。但是亞當放棄了神給他的權柄和責任。魔鬼接受咗，魔鬼掌管呢個世界。魔鬼接受了，魔鬼掌管這個世界。弟兄姊妹，今日都仍然係魔鬼掌管呢個世界。弟兄姐妹，今天魔鬼還是掌管這個世界。我哋感謝神，佢喺2000年嚟，耶穌基督2000年嚟到呢個世界。我們感謝神，2000年前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佢俾咗我哋有教會，他給我們有教會，俾咗我哋有信仰，俾我哋有救恩，給我們有信仰有救恩。但係耶穌基督喺地上仍然都唔係作王。但是耶穌基督在地上還沒有作王。佢喺天國作王，佢喺我哋心中作王。他在我們心中作王。但係地上嘅王仍然係魔鬼。但是地上的王還是魔鬼。尤其是喺呢個大災難中期，魔鬼被呢個神踢落嚟地嘅時候，佢喺地上更加呢個做得猛烈。那尤其是在大災難的中間，神把魔鬼踢到地上的時候，他在地上更做得猖狂。佢最大嘅憤怒就係要攻擊呢個猶太人，攻擊以色列。他最大的憤怒就是要攻擊猶太人。但係從聖經嚟講，整本聖經從呢個創世紀開始都係講預言。那但是這個聖經從創世紀開始都在講那個預言。喺呢個創世紀第3章15節講到女人嘅種子。那在創世紀3章15節講到女人的種子。呢個就係預言到耶穌基督係呢個嚟到呢個世界上。那就是預言耶穌基督會來到世上。而喺嗰段經文16節17節講到呢個女人嘅後裔會打碎魔鬼嘅頭。但在那個3章16節也講到女人的後裔會打那個魔鬼的頭。喺4月呢個復活節嘅時候，我都講到呢個當呢個魔鬼喺呢個大災難之後，喺千禧年之後，就俾魔鬼做呢個耶穌基督完完全全嘅打碎佢個頭。那在啟示錄講到大災難之後，那個魔鬼就逼那個耶穌基督打得完完全全打碎他的頭。被踢入去火湖裏邊，永遠咁樣喺火湖裏邊受呢個折磨，係永遠同耶穌基督同神分開。那把魔鬼踢到火湖裡面，永永遠遠的與舊約裏邊同新約裏邊好多章節、好多書本都講到預言末世嘅情況。那舊約裡面也有很多的經文講到末世的預言。喺千禧年嘅時候，耶穌基督係第二次翻嚟嘅時候，第一次翻嚟嘅就係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死嚟完成救恩。耶穌基督第一次來嘅時候，在十字架上完全救恩。第二次佢嚟地上作王。那第二次來了，就在地上做王。然後呢個王國係永遠嘅王國。那這個王國是永遠的王國。呢個千禧年嘅王國係會直接嘅去到變成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嘅係永恆裏邊嘅王國。那這個千禧年會演變到永遠的新天新地、永遠的王國。所以千禧年係一個橋梁，係一個過渡嘅時期，係直至到去永恆裏邊。所以千禧年是一個過渡的橋梁。我哋就今日會講千禧年裏邊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個情況係點樣？我們今天會講千禧年會發生什麼事呢？所以我相信嘅千禧年係實實在在係用人嘅時間嚟計算，係1000年，因為係地上嘅1000年。那我的相信是千禧年真的實實在在的在地上的1000年。喺嗰個時候亦係大災難之後，喺呢個阿姆吉多頓大戰之後。那也是那個大災難之後，在那個哈米吉多頓大戰之後。係呢個撒旦會被囚困喺地嘅呢個地無底坑裏邊。那個撒旦會囚在那個無底坑裡面。而喺個時候，同樣啱啱頭先聽個古仔，神喺個時候救贖咗呢個猶太人，救贖咗以色列國。那也講到那時候神會救贖猶太人、以色列國。呢個地球喺呢個時候係完全嘅會改變，去回復以前喺呢個伊甸園裏邊嘅情況。那個地球也會完全的改變，恢復那伊甸園的時候的情況。我諗我哋大家都可能唔接受呢樣嘢。我們可能
不能接受這個。我可以話俾你聽，喺千禧年裏邊，我哋唔會有 iPhone 呢樣嘢。我可以告訴你，在千禧年冇沒有 iPhone，冇電腦，沒電腦，冇電視添啊！沒電視，你可唔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嗎？你諗下伊甸園裏邊有冇電視先？伊甸園有沒有電視？伊甸園有冇電腦？有沒有電腦？點樣回復到舊時伊甸園嘅情況？我們會恢復以前在伊甸園的情況。可能好多人話我都唔願意去千禧年都冇電腦啊。那很多人說我不願意在千禧年，因為沒有電腦。呢啲係改變咗我哋做基督徒一個好大嘅觀念。那這個會改變我們基督徒的概念。點解有 iPhone？ 點解有電腦？點解有電視？點解有呢啲 projection？ 那我們為什麼要電腦、要電視、要這個那個投影？喺千禧年裏邊，我哋敬拜嘅一個神，只有耶穌基督，唔會再有回教，唔會有個佛教，唔會有呢個印度教。那千禧年的時候，我們只敬拜耶穌基督，沒有佛教，沒有回教，沒有印度教。所以喺敬拜裏邊，如果耶穌基督講到需唔需要有 slide， 需唔需要有 projection？ 如果耶穌基督站在這裡講到，我們需不需要投影片呢？耶穌基督係全能嘅神，那所以喺呢個啟示裏講到神嘅道係充滿咗整個世界。聖經說耶穌的道充滿這個世界。弟兄姊妹，我哋唔需要有 iPhone。弟兄姐妹，我們需要 iPhone。2個禮拜之前，我喺呢個中國大陸裏邊。2個禮拜前，我在中國大陸。我又去咗日本。我也去了日本。我又去香港。又去了香港。我每次搭地鐵，一啲人都咁樣嘅。我每次坐地鐵都看到人在。個個都係咁嘅，年紀大嘅、年紀細嘅，連佢12歲嘅都咁樣嘅。那無論老少都是這樣。你喺大陸嘅呢個subway上面嘅寫住低頭一族。那在國內那個地鐵看到低頭一族。你入車嘅時候，千祈唔好做低頭一族，因為阻住後邊嗰啲人入去。他們說你們進出那個地鐵不要做那個低頭族。係咪低頭一族啊？我哋好多時候都係低頭一族，係咪？我們也是低頭族。點解我哋變咗低頭一族啊？因為我哋嘅 iPhone 控制咗我哋。為什麼這樣？因為我們的手機控制了我們。我哋今日朝頭早起身嘅時候，第一樣嘢你攞到嘅係乜嘢？今天你起來第一個事情你拿什麼？一隻右手起身，揦住隻 iPhone 睇下咩事先。你起來就拿着手機看看。瞓個覺1點鐘，噔一聲你就即刻揦住邊個 text 我。晚上1點手機一響，你就看看誰在找我呢？係咪我哋嘅生命被呢啲科技控制咗？我們的生命都給科技控制了。魔鬼就係用呢啲科技嚟控制我哋。魔鬼就用這些科技來控制我們。弟兄姊妹，喺呢個新千禧年嘅時候，唔會有 AI， 唔會有 quantum， 唔會有 robot， 唔會有電腦。那在那個新天新地，我們再不需要人工智能，沒有電腦。耶穌基督翻嚟。耶穌基督回來。喺地上作王。在地上作王。佢已經戰敗咗敵基督。他已經戰敗了那個敵基督。打敗咗魔鬼。打敗魔鬼。打敗咗假先知。打敗那個假先知。打敗嗰啲所有跟隨佢哋嗰啲人。打敗了所有跟隨他的人。耶穌翻嚟喺地上成立佢嘅千年國度。那耶穌基督回來，在地上成立他的千年國度。唔單止係咁樣，而當呢個亞當喺伊甸園裏放棄咗佢個權利，放棄咗佢個權柄，放棄咗佢神俾佢嘅責任。不單是這樣，亞當在那個伊甸園放棄了他神給他的責任。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係掌控翻、取回翻亞當喺地上嘅權柄。那耶穌基督回來嘅時候，就在地上拿回那個權柄。雖然撒旦喺地上作王幾千年，雖然那個撒旦在那個地上作王了幾千年，所以我哋有時講耶穌基督係第二個亞當。所以我們有時候說耶穌基督是第二個亞當。唔係話因為佢係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是一個人。當然佢係一個完全嘅人，亦係完全嘅神。當然他是一個完全嘅人，也是一個完全嘅神。但主要係亞當嘅職分同埋佢嘅角色。主要是亞當的職分，他的角色。喺千禧年我開始嘅時候，耶穌基督翻嚟，再重登嗰個亞當嘅職分，佢係掌管呢個世界。那千禧年耶穌再回來嘅時候，他重新拿回那個責任。
那個掌管世界。所有地上發生嘅事，公唔公道嘅都係喺耶穌基督嘅手裏邊。那所有世界上發生的事，公道不公道，都在耶穌基督的手裏。而且喺千禧年嘅時候，撒旦唔會喺地上。那還有在千禧年的時候，撒旦不會在地上。當佢打敗咗你得嗰個戰爭嘅時候，佢被踢落去呢個無底坑。他在那個哈米基多頓的大戰失敗之後，他會給踢到那個無底坑。聖經講咗一個天使將佢綁住抌落去無底坑裏邊。呢個無底坑好似我哋講咗一個好密嘅地下室。那這聖經講到說，天使用一個鐵鏈把它綁住，把它丟在那個無底坑。佢唔可以同外間有接觸。他不能跟外界有接觸。所以佢唔可以再欺騙呢個世界上嘅列國。他再不能欺騙這個世界的列國。佢唔可以欺騙嗰啲唔信耶穌基督嘅人。他也不能欺騙那個不信耶穌的人。所以嗰陣時好多人都唔知應該係跟隨邊個。那時候很多人不知道是跟誰呢？弟兄姊妹，我哋嘅罪性係從邊度嚟啊？係從我哋嘅心裏邊嚟，從呢個原罪嚟。我們的罪性從哪裡來了？是從我們的心裡來，從我們的原罪來。當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當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佢第二次降臨嘅時候，佢帶住億萬萬嗰啲得救嘅人翻嚟。耶穌基督在回來的時候，他帶着億萬萬的得救的人回來。耶穌基督應許我哋會同佢翻嚟喺地上作王。耶穌基督應許我們會跟他一起回來，在地上作王。我唔相信耶穌基督會聽日翻嚟。我不相信耶穌基督明天回來。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係要大災難嘅開始。耶穌基督回來嘅時候是大災難的開始。如果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我哋就會被提。耶穌基督回來嘅時候，我們會被提。我哋唔會經過死亡。我們不會經過死亡。但呢個時間個表可能唔係好吻合。那可能這個時間表不是很吻合。所以我哋大家都可能會離開呢個世界，經過死亡，然後去到神嘅懷抱裏邊。我們也可能經過死亡，去到神的懷抱裏。所以有啲人話，有啲甚至呢個牧師講道嘅時候，哇！我哋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我就去到天堂裏邊，喺耶穌基督嘅懷抱裏邊，永恆喺嗰度。那有些牧師講到就說，我們死了以後，我們去了天堂，在耶穌基督的懷抱裏，永遠在嗰度，永遠在那裏。但係聖經唔係咁講。但聖經沒有這樣說。聖經喺預言裏邊，我哋將來會喺佢嘅懷抱裏同佢一齊翻嚟地上，喺地上過1000年嘅生活，然後喺度作王。聖經說我們在耶穌基督的懷抱，然後我們一起回來在地上作王。所以耶穌翻嚟嘅時候，佢降落嘅就係喺耶路撒冷嘅橄欖山上邊。那講到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他降落在橄欖山。你記得上一次我哋講到嘅時候，猶太呢個中東人呢個伊斯蘭教將嗰個門封咗，唔俾耶穌基督經過去到聖殿。那上次我講過，那個伊斯蘭教的人把那個門封了，不讓耶穌基督進了那個聖殿。所以耶穌基督會翻嚟喺呢個再嚟嘅時候，佢會行過嗰條門，直去到呢個聖殿裏邊，會嗰度坐住做王做1000年。但是聖經說耶穌基督回來就會經過那個門，在裡面所以耶路撒冷係他做王1000年。將來全世界嘅呢個屬靈嘅中心同埋政治嘅中心。所以耶路撒冷以後就是屬靈跟政治的中心。弟兄姊妹，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應許，好大嘅祝福。弟兄姐妹，這個是很大的應許，也是一個很大的祝福。喺嗰個時候，全世界都以耶穌基督為神為中心。都人都將把耶穌基督當為那個中心。嗰時仲有萬國，仲有而家都有180幾個國家，180個國家都會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時候世界上180多個國家都會去耶路撒冷敬拜神。點解？因為已經冇咗魔鬼喺度愚弄佢哋。因為已經沒有魔鬼來愚弄我們。所以佢哋會睇到嗰個原來耶穌基督係真神。所以他們會看到原來耶穌基督是真神。我哋唔嗰時候可能已經冇咗教會，我哋嘅敬拜係向住耶路撒冷敬拜。我哋唔需要嚟教會望住埲牆，望住十字架嚟敬拜。我哋見到嘅係耶穌基督喺耶路撒冷。
那時候我們可能也沒有教會，我們也不需要來到這裡來敬拜，我們敬拜就向着耶路撒冷。而家佢個榮耀唔單止係喺耶路撒冷嘅聖殿裏邊，佢榮耀係充滿咗全地。他的榮耀不單是充滿耶路撒冷，也充滿全地。甚至所有嘅猶太人嗰啲教住棚節都會慶祝，全球都會慶祝。那個猶太人的節日，我們可能全球人、全世界的人都慶祝。咁從呢啲咁樣嘅解釋嚟講，我哋可以想像下千禧年嘅世界情況係點樣？那這樣，我們再想象一下千禧年的時候，這個世界是怎麼樣的呢？第一，魔鬼已經唔喺呢個世界啦，已經係被綁困喺呢個無底坑。第一，魔鬼不在世界，他已經在無底坑裡面。所以冇嗰啲虛假嘅宗教再存在啦。沒有虛假的宗教存在。唔會有回教。沒有回教。唔會有佛教。沒有佛教。唔會有道教。沒有道教。唔會有印度教。沒有印度教。唔會有日本教。沒有日本教。冇邪教啦。沒有邪教。因為只有唯一嘅就係耶穌個宗教，就係我哋嘅基督教。唯有耶穌基督教。而且因為佢嘅榮耀，因為佢嘅神聖，所以全世界都可以對佢認識。那因為他的榮耀，他的神聖，所以全世界都向他敬拜。唔需要用電視節目，甚至用 Teams 去傳福音啦。我們不用電視，不用 Teams。人都已經可以，人嘅已經可以睇到耶穌基督。我哋信主有冇見到耶穌基督啊？當年那時候人會看到耶穌基督，不像我們信主的時候有沒有看到耶穌基督？希伯來書講你人言你就信。那希伯來書講到說人要有信。所以我哋信耶穌基督係憑信心。我們信是憑着信心。但係喺千禧年嘅時候，信耶穌係咩啊？係睇到耶穌基督而相信。在千禧年，人是看到耶穌而相信的。睇到呢個亞美吉多頓大戰而信。他們是看到哈米吉多頓的大戰。頭先個故事講嗰個伊拉都係睇到個戰爭，然後讀到聖經裏邊，然後再睇到耶穌基督翻嚟嘅時候，佢先至可以相信耶穌基督。剛才講那個故事，就是那個以利也是看到耶穌基督。所以人對呢個神嘅認識係好特別，係有唔單止係聽到，而且係睇到，而且係感覺到。那時候人對耶穌的認識是不一樣，他是看到、感覺到。我相信嗰陣時候唔會有天主教，唔會有基督教，唔會有其他嘅宗教分派，係只有一個教。那時候也沒有基督教、天主教所有的分派。因為唔需要再大家去互相嘅嚟辯論究竟宗教敬拜係點樣，耶穌基督會教我哋應該點樣去敬拜佢。因為我們不需要，我們所有都是不用辯論，我們耶穌基督會直接教我們怎麼去敬拜他。弟兄姊妹咧，係好特別一個好祝福嘅事情，我哋可以親眼見到耶穌基督，親眼嘅去親自嘅去敬拜佢，將佢歌唱俾佢聽到。而家我哋唱好似向天花板唱一樣。啊，我們是很祝福、很蒙福的，因為我們可以親眼看到耶穌唱歌給他聽。但係咪呢個係完美嘅敬拜呢？這個是不是一個完美的敬拜呢？因為我哋會睇下當時喺呢個千禧年嘅時候，呢個世界唔單止有基督徒，亦有非基督徒。但是在千禧年，不單是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冇人會敬拜其他除咗耶穌基督之外。沒有人會敬拜其他的神，只有耶穌基督。你頭先講到信徒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信徒將來我哋都會離開呢個世界，我哋會離開嘅世界會跟耶穌基督翻嚟，喺呢個千禧年嘅開始嘅時候翻嚟。那剛才我也說過，信徒會跟耶穌回來，在那個千禧年嘅時候跟耶穌回來。我哋唔單止翻嚟係同耶穌基督作王，我哋有管理呢個地上嘅責任。我們回來的時候跟耶穌基督一起做王。我哋翻嚟嘅信徒係有咩唔同呢？我們回來的信徒有什麼不一樣呢？聖經裏邊講到，我哋會有個復活嘅身體，係不朽壞嘅身體。我們聖經講到說，我們有一個不朽壞的身體。呢個係榮耀嘅身體。是一個榮耀的身體。我哋呢個係不死嘅、不壞嘅，我哋唔會有病痛嘅。
不死不壞，不會有病痛的身體。最重要係冇罪性。還有沒有罪性的？我哋唔會有男女之分。我們也沒有男女之分。因為我哋唔需要去再呢個增加呢個生育眾多啦。那我們已經不需要生育眾多。而且路加福音講到清楚，佢哋唔會翻嚟嘅信徒唔會再結婚，好似天使一樣。那我們回來的信徒不會再結婚，好像天使一樣。呢個身體係俾我哋可以同耶穌基督喺埋一齊，永恆嘅喺埋一齊。那我們有的身體是可以跟耶穌基督永恆的在一起。所以喺千禧年嘅時候，信徒呢個不朽壞嘅身體係唔會有生育下一代嘅信徒。我們那時候的身體不會有生育下一代的身體。你諗下有冇生育下一代嘅信徒呢個講法？你有沒有聽過有不能生我哋育下一代的信徒？生出嚟嘅兒女係咪一定保證係基督徒？我們現在的信徒生下來的兒女，是不是保證是信徒呢？唔係，我哋啲兒女都可以唔相信神，因為佢哋有自己個心、自己嘅決定，佢哋都有罪性。不是，因為我們的兒女也有他們的決定，他們的罪性。呢個何等嘅祝福！我哋基督徒將來係一個不朽壞嘅身體，喺地上同耶穌基督作王1000年。那這個是何等的祝福！將來我們基督徒有一個不朽壞的身體。咁樣嗰啲唔信主嘅人喺邊度嚟呢？那些不信主的人從哪裡來呢？喺呢個大災難嘅時候，有好多人係打最後嘅時候係未死嘅，亦係未信主嘅人。那在那個大災難嘅時候，有些信徒他們還沒死，也沒有信主。你記得喺大災難最後嗰3年半嘅時候，呢個魔鬼係誘惑咗世界所有國家，所以所有國家都同佢同流合污嚟攻擊猶太人，攻擊以色列。那個大災難，聖經講到說，也有很多人跟那個魔鬼一起。所以大災難之後進入千禧年嘅時候，都係有一班未信主嘅人、唔信主嘅人係仍然生存嘅。所以在那個大災難之後，千禧年嘅時候，也有一些不信主嘅人。咁呢班人呢，係冇一個不朽壞嘅身體嘅。那這些人沒有不朽壞嘅身體。佢哋又有男又有女嘅。他們有男有女。所以佢哋會生育。他們會生育。佢哋都會喺社會裏面，佢哋會有生活嘅，佢哋係會做工作嘅。他們有工作。但係佢哋都有可能犯罪。雖然魔鬼唔喺度嚟愚弄佢哋。雖然沒有魔鬼，但是他們還會犯罪。但係佢哋有罪性。因為他們有罪性。好似亞當夏娃當年一樣。像亞當好似以撒同埋佢個仔女一樣，都係會犯罪。好像以撒跟他的兒女也會犯罪。但係呢度講到千禧年嘅開始嘅時候，神呢個耶穌基督喺地上將呢個世界完全再一次復原翻，喺伊甸園一樣。但是講到千禧年嘅時候，神會將那個世界復原到以前的。所以個地上嘅生活情況係點樣嘅咧？那所以地上的生活的情況，如果你回復喺呢個伊甸園嘅情況係點樣啊？那如果恢復在伊甸園的時候，亞當夏娃未犯罪之前，伊甸園係點樣㗎？亞當夏娃沒有犯罪的時候，伊甸園是怎麼樣的呢？連野草都冇㗎喎。連野草也沒有。啊，有啲靚嘅樹喺度，係有啲果樹，生命果樹。有生命果樹。所以亞當夏娃都唔使做啲乜嘢嘅，啲樹啊、啲草啊、啲菜啊就會自己生長。那亞當夏娃不用做什麼，有那個樹啊、菜啊都。因為魔鬼唔喺度嘅時候，變咗又冇戰爭啦，冇國家會打國家。那魔鬼不在，也沒有國家打國家。人與人之間都有公平。人與人之間也有公平。但係喺嗰個時候，因為已經回整到呢個伊甸園嘅時候，所以主要係伊甸園裏邊係農業作主。那因為我們回到伊甸園，所以我們都是農業做主的。所以人唔需要返工。我們不用上班。你唔需要去賺錢。不用賺錢。你唔需要有工業。你不需要有工業。你唔需要，所以冇機器、冇電腦、冇工械、冇儀器。沒有機械，沒有儀器。但係人可以有工藝。但是人有工藝你可以，你就算你種田，你都要有工藝嚇，要手藝噶嘛。但是因為你種田也要手藝。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動物個王國會再轉變回復伊甸園嘅時候。那還有就是動物的王國也會恢復在伊甸園嘅時候。獅子呢個老鼠啊，唔會去捉大笨象。
那獅子、貓唔會去捉老鼠。貓不會抓老鼠。啊，咁你諗下呢個世界所有嘅動物王國係回復以前嘅呢個和平。那個動物的王國會恢復以前的和平。而且人係唔需要食肉嘅嗰時候。人也不需要吃肉。點解人要食肉啊？為什麼人吃肉了？因為當呢個耶穌神將亞當夏娃趕出伊甸園嘅時候，因為外邊環境好惡劣啊，所以佢哋要殺一隻動物嚟俾，用啲血俾佢哋，用啲肉俾佢食，等佢身體健康強壯。因為那個亞當夏娃被趕出那個伊甸園嘅時候，那個神就給他們吃肉，給他們健康。所以唔使食肉，就係淨係食呢，所以人係變咗呢個咩啊 ？vegetarian。所以人都變成食生果過生活，吃素的，吃水果。所以而且耶穌基督嘅知識充滿大地。還有耶穌基督的知識充滿大地。我想象嗰時可能係冇學校。我想象那時候沒有學校。人都唔需要真係返學去讀書，去考呢個大學文憑，考呢個 PhD 或者考工程師。我們人不需要去上學考試，因為神會教導我哋。因為神會教導我們。神嘅教導唔需要話 OK 上幾多課，呢個上幾個邊個教師嚟教。神嘅知識俾我哋係充滿嘅。人嘅腦知唔知係用我哋而家用人嘅腦係用到幾多分之一？一世人。我們不需要學什麼。現在我們的腦，我們一生人用我們的腦用了多少了？你知唔知道愛因斯坦用佢嘅腦至到死嘅時候用個腦就用咗幾多成啊？你知道愛因斯坦他死的時候，他的腦用了都幾%幾呢1/10。1/10。我哋普通人大約係用咗5%，我哋個腦。我們普通人，我們的腦子用了5%。所以而家嘅 AI 嗰個方法咧係錯誤嘅。所以現在的人工智能的方法是錯誤。AI algorithm is different。而家有新一種嘅 AI 叫做 neuromorphic AI。我們現在有一個人工智能是那個 neuromorphic 係用腦嗰個電波嚟做研究。是用那個腦電波來做研究。係用人嘅腦嘅思想嘅方法嚟做 AI，唔係用呢個 microchips 嗰個方法嚟做 AI。是用人的腦的電波來做那個所以人工智能。將來神點樣教導我哋，用我哋全部用晒我哋100%嘅腦咧，我哋係唔知道。神係奇妙。那時候神怎麼用我們100%的腦來？如果經過大災難之後，地上唔會有地震，唔會有冰雹，因為唔會有再懲罰啊嘛。神係懲罰呢個世人，咁然後又有呢個瘟疫，有蝗蟲，有乾旱，都冇啦。那時候所有的大災難、地震、冰雹什麼的，所以耶和華嘅知識係充滿大地。因為耶和華的知識充滿大地。所以人就唔需要，因為喺呢個大災難嘅時候，魔鬼喺呢段時間係用所有嘅科技嚟控制人，好似 iPhone 一樣。那時候已經魔鬼不需要，沒有魔鬼用那個世上的東西，好像手機來控制我們。係用經濟嚟控制我哋。但是是用經濟來控制我們。我哋做多啲工，我哋投資多啲，賺多啲錢，咁控制我哋嘅人生個目標就係賺錢。出名，但是也會用經濟來控制我們，讓我們賺多。而且買嘢嘅時候咧，一定要又有呢個瘦嘅形象，係666，即係等於而家你去用 Alipay 啊，大陸用 WeChat，你要有啲 number 你先至可以買嘢。又好像我們用了一些瘦的印記666，也好像現在我們用一些 Alipay 也用了一些號碼。你所有做嘅嘢都俾人睇到，俾人哋控制住。現在俾人哋監察住。現在你做什麼都給人家看到，給人控制。我喺大陸出門嘅時候，我喺10年前喺大陸喺深圳嘅時候，10年前我司機車我周圍去。我在深圳，有司機帶我們去。佢每次去到一個路口咧，佢會停一停，慢一慢。每一次他到一個路口，他會停一下。咁去咗幾日之後，我又拗我頭，點解會咁嘅咧？那我就想他在幹嘛？咁然後我就留意下，每一次佢停嘅地方咧，原來都有個 camera 喺嗰度，都有個相機喺度。
每次他而且會停，啪一聲影咗張相，即係我個樣會影咗佢落去。每次他停那個時候都有一個照相機。所以我去過每個地方咧，佢哋都知道我幾點鐘到幾點鐘去。所以我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知道。呢個唔係淨係喺大陸裏邊，你喺香港、喺美國好多地方發生咩事，邊個被謀殺啊，邊個俾人偷嘢，第一樣嘢佢做咩啊？就走去翻查 camera， 去睇下 7-Eleven 門口嗰個 camera， 邊間銀行門口嗰啲 camera， 睇下嗰個人有冇經過。很多地方都是有很多的照相機，所以你們在哪裡有什麼罪案，他們都會先看看那些弟兄姊妹，我哋喺今日嘅世相機。界裏邊係俾人哋控制住，俾人哋全部控制實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環境。弟兄姐妹，我們在這個世界生活，都給人這。但係大災難嘅時候，呢啲科技係全部都俾神除去。但是那時候所有科技都給神拿去。恢復伊甸園嘅時候，恢復伊甸園嘅時候，唯一神知道我哋係諗乜嘢、做乜嘢、去過邊度。只有神知道我們做什麼、想什麼、去過哪裡。世上仲有冇罪呢？世上還有沒有罪呢？有，唔係我哋基督徒有呢個金剛不壞啊，有一個不朽壞嘅身體，因為我哋已經冇罪性。嗰啲在世上嘅人係未信主嘅人係會有犯罪嘅。那不是我們基督徒，是那些在世上還沒有信主的人，他們還會犯罪。當一千禧年過咗之後，魔鬼再重出嚟。那千禧年過了以後，魔鬼重新再出來。所有世上嘅列國都會跟住魔鬼，受魔鬼嘅誘惑去攻擊神，去攻擊耶路撒冷，攻擊耶穌基督。那時候那些人都會跟着魔鬼去攻擊神，攻擊耶路撒冷。就算經過1000年，耶穌都喺地上作王，人都仍然會犯罪。那雖然經過1000年，但是人還是會繼續的犯罪。呢個係喺心裏邊嘅罪性，係除唔去。那是人心裏的罪性，是除不去的。我哋今日點解我哋得救？那今天我們為什麼會得救呢？喺呢個耶穌基督喺呢個約翰福音講到咩？我哋要重生。在約翰福音講到說，我們要重生。所以我哋係重生嘅人，所以我哋係可以抗拒，因為神俾我哋有信心，我哋可以抗拒嗰個罪性。那因為我們重生，我們有神的生命，我們可以抗拒那個罪性。冇錯，世上嘅人仍然都會犯罪。雖然世上的人還仍然唔係犯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而佢嘅罪性咧，唔係表現出嚟，係隱藏喺個心裏邊，還有他們直到魔鬼再重現。還有他們的罪性不是表現出來，是隱藏，直到魔鬼再出現。千禧年嘅時候，地上有冇疾病咯？那千禧年的時候，人在地上還有沒有疾病呢？我覺得唔會有好多，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因為已經很多。還原到伊甸園嘅時候，又冇雜草，又冇生命，野獸又唔會死。通常都話喺啲血裏邊有呢個病菌，有 bacteria， 有 germs。因為那時候已經還原在伊甸園了，應該我們不會有什麼病。但有一樣嘢好奇妙嘅就係、人嘅生命喺千禧年嘅時候會回復喺伊甸園嘅時候。那有像我們在伊甸園的時候，人的生命會恢復在伊甸園。大家記唔記得亞當係幾多歲死嘅？大家記得亞當是幾歲死了930歲。 ？930歲。所以喺千禧年嘅時候，人都會有900幾歲命，因為冇乜病菌。那所以在千禧年的時候，我們人也會有900多歲。又冇罪，因為沒有。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情況。所以人嘅繁殖係越嚟越多，冇人死，全部都係出世。那所以那時候人的繁殖很多，因為人不死。佢有冇婚姻呢？喺基督徒裏邊係冇婚姻㗎啦，因為我哋有個金剛不壞嘅身體，有一個不朽壞嘅身體。但係喺呢個平信徒裏邊，佢唔信嘅人裏邊，佢哋會有婚姻。那在基督徒沒有婚姻，但是在那些沒信的人還有婚姻，又會有新嘅嬰孩，還有新的孩子唔信嘅人當中會出世。在那些還沒有信主的人。有冇警察呢？那有沒有警察呢？我諗唔需要警察，因為耶穌基督作王，所有基督徒係作咩？又為佢作王，去管理呢個世界，所以又應該係有正義嘅。
因為耶穌基督做王，他的信徒也做王，所以可能不需要警察。咁嗰啲唔信主嘅人會唔會信主呢？那些還沒有信主的人，在千禧年會不會信主呢？我覺得信主嘅機會係大過而家。我覺得他們信主的機會會比現在因還高。為佢係親眼見到耶穌基督，我哋今日都親眼見唔到耶穌基督。因為他們親眼看到耶穌基督，所以佢哋信主嘅機會更加見到耶穌基督嘅榮耀。那他們會親眼看到耶穌基督的榮耀。所以會有新嘅信徒，而且會有好多新嘅信徒。所以應該有新的信徒。大家都睇下呢個啟示錄講到喺呢個天上個玻璃海裏邊，全部企咗群眾會眾好多信主嘅人。啟示錄也講到，在那個玻璃海上站了很多信徒。所以頭先都講到人係活到好長。然後剛才也說到人會活得很，但喺千禧年終結嘅時候，但是在千禧年結束嘅時候，魔鬼喺深淵裏邊放出嚟。那魔鬼從那個無底坑放出來，佢再一次去誘惑呢個列國。他再一次誘惑列國。然後列國加埋嚟攻擊打耶路撒冷。那列國合起來打那個耶路撒冷。呢場仗唔同亞米吉多頓。這場仗不像那個哈米吉多頓。呢場仗未開始，神已經耶穌基督喺天上已經落呢個天火嚟全部毀滅。因為這個打仗還沒開始，耶穌基督就從天上降火，把他們消滅。然後呢個就進入呢個新嘅時代，一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然後再進入那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喺未進入之前，魔鬼被掟入火湖。那在還沒有進入新耶路撒冷的時候，所有魔鬼丟在火湖。信主嘅人都喺大白寶座上邊嚟受審。那所有人都在那個白色大寶座前受審。所以伊甸園復原就喺呢個千禧年裏邊。那所以伊甸園在那個千禧年復原。所以弟兄姊妹，弟兄姐妹，你等唔等得千禧年嘅來臨？你可以等那個千禧年的來臨嗎？大家覺得好似好科幻嘅電影一樣講得。你覺得好像是科幻的？但呢個唔係，呢個係神嘅應許，喺聖經裏邊講得好清楚，喺啟示錄裏邊講得好清楚。但是這是神的應許，在啟示錄講得很清楚。喺千禧年結束嘅時候，耶路撒冷徹底嘅擊敗咗撒旦嘅頭。那千禧年之後，那撒旦被徹底的打敗。撒旦被掉入火湖裏邊。撒旦會丟在火湖裡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開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開始。耶穌基督永遠掌權，係坐喺佢寶座上。耶穌基督永遠作王。我哋一齊嚟禱告，主，我哋感謝你。主，我們感謝你。你嘅賜福俾我哋，俾我哋有救恩。你賜福給我們，給我們救恩。亦俾我哋可以參與喺呢個千禧年裏邊，係呢個喺地上作王。你給我們在千禧年的時候，可以在地上一起作王。又俾我哋可以預備進入呢個新嘅呢個永恆嘅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嘅時期。也預備我們能夠進入那個永恆的新天新地。主，我哋感謝你。主啊，我們感謝你。我哋將榮耀歸於俾你。將榮耀歸給你。我禱告讚美奉賴主嘅名求。我們禱告讚美奉主耶穌的名求。阿門。阿門。